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真欢迎搁一摆来到拜五的暗暝，咱做伙伫圣殿、伫山顶来敬拜阿罗上帝，做伙来祈祷。今仔日咱要来吟2首诗歌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66首，主伫基列有芳乳香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的的好多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心灵以后，有时我会心失志，一切着我康康，总是诚心来帮赞，救我灵魂好报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的好多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心灵以后，用的是万国瑞子，耶稣做你朋友，雷伊那追求在吧，一定靠为成就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的好多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忧伤心灵以后，团都唔达着必定，基督不必保罗，要顾善用主听堂，用心体小最好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受伤的好多。主的基列有芳乳香，忧伤心灵以后。希望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大家忧伤的心灵拢会对天父上帝遐得到安慰。煞来，咱来请圣神，请你来。圣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，望望来亲近你，各较人万里，圣神，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灵明声音，我呼求请
圣神，请你来充满我的心。圣神，请你来充满我的心，光芒来亲近你，搁靠近万里。圣神，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灵明声音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求主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求主，我敬拜你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我求主。阮伫天父的爸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伫遮要谦卑压落来，拍摆伫你的面前。主伫即个疫情中间，阮真正学习到，阮搁较需要你，搁较需要安静，搁较需要有你的安稳自在的力量，甲阮三角伫地。圣神，请你来充满阮的心，我要呼求你的名，我要呼求你的名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教会每一天拢有即个甲金句金句有约吼，真侪兄弟姊妹拢每一天拢做伙来读一句上帝的话吼。毋过有足侪会友会问牧师，也是问传道讲，请问恁哪会拢遮尔厚，拢会当每一天拢会当对即个经节中间选着一个足水的金句，佫会使写一篇安尼足水的祈祷吼。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我伫读圣经的时阵，这嘛是以前伫学校老师教的办法吼。即个办法是伫准备讲章的时阵有一个办法叫做4页讲章吼。伊即个真简单，伊就是想讲，就是讲咱伫读圣经的时阵，你会记有即4个步骤吼，咱伫读圣经的时阵，用即个4个步骤来看即段的经文吼。第一个方法 Page 1吼，这第一页就是你来找讲，即个圣经内底你写啥物困境吼。第二个 Page 你就来想讲，若是我即马目前的困境，甲即个圣经内底的困境呼应的部分是啥物吼？第三页你就来想讲，即段的圣经内底，伊带出来的福音是啥物？若是用伫我即马的状况的时阵，即段的圣经对我的福音，也是对我的提醒是啥物吼？这就是这4个部分会使安尼来思考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就用一个足简单，大家有读过的即个经节来做伙思考吼。咱今仔日来看即个《路加福音》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这是华语的版本，咱做伙来读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上帝的道。他见有2只船靠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了船，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在船上教导众人。
他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整夜劳累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2只船，船甚至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，对打到这一网的鱼都很惊讶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2只船靠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好，这个是耶稣在呼召第一批的门徒，大家熟悉的经文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刚刚说的这个4页讲章，我们来回想一下哈。这4页，如果第1页是讲到这个门徒或者是圣经里面他们的经验的困境哈，那是什么状况？就是这个门徒用自己的方法捕不到鱼。那等一下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状况呢？然后第3页是在圣经中这些门徒他们怎么得到耶稣的帮助？那第4页我们就来反省说，那我们的现况怎么样得到耶稣的帮助哈？所以这个第1页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在面对很多情况哈，有时候工作啊、运动，回到家里很疲惫，可是有一些疲惫哈，是我们睡一觉，隔天早上起来就会觉得精神很好。可是有一种疲惫，就是怎么睡你都会觉得还是神神。那是在我们工作或者是我们一无所获的时候，那一种疲惫感就会全部涌上来哈。所以在这一个一夜打鱼，然后这个是渔夫是彼得他们非常熟能生巧习惯的，他们平常打鱼都非常顺利，可是这一个晚上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打不到鱼，然后他们干脆想说，早一点回去好了，洗个网，然后收工。而且他们还会担心说，万一在回去的路上碰到熟悉的人，发现，怎么你们今天完全都没打到鱼？那一种不好意思的面子的问题，还会成为他们另外一种沉重的压力哈。可是这时候，突然他们正在洗网的时候，出现了一大群人。他们一看，原来是很多在跟从耶稣的人，他们想要听耶稣的讲道。然后在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，不论到哪里都有很多人跟从他们。然后耶稣来到这个船上，看到彼得这2条船停在旁边，他就上了他的船，然后跟彼得说：“请你把船移开来，让我在这个船上靠岸一点的距离，可以教导众人哈。”所以当这个彼得他这一次得到一个宝贵的 VIP 的座位哈，他划船可以坐在这个耶稣的旁边，就像在摇滚区一样，听耶稣这样对众人的讲道。他静静的坐在船上，在第一个最接近耶稣的时间听他的讲道。但是他不禁又想到，昨天如果我可以抓到那么多鱼，像耶稣在讲道有这么多人听的时候，那该有多好。所以当耶稣讲完道的时候，他好像看穿了彼得的心情，他知道彼得在想昨天他怎么一个晚上劳累都捕不到鱼的这个窘境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把船开到深水的地方再下网。”这时候西门听到这个吩咐，他心里会想说：“我是这个捕鱼好多年的渔夫，你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我应该要听你的吗？”这时候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可是捕鱼应该是我的专业，
所以这个老渔夫彼得的这个经验跑出来，告诉他这件事情到底该做，到底不该做。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依靠我们的经验，特别是我们熟悉的东西啊，这个我会，很敢做；这个东西，我好像没有试过。我们无形中会建立出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保护伞的舒适圈，让我们自己可以躲在我们觉得安全的地方。可是这个时代在变化，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不见得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举例来说，最近的资讯，最近的网络，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营会，总会办的这个营会，300个名额，网络一报名一上网以后，8个小时，听说300名额马上秒杀。很多教会、很多青年，他们在教会收到海报，看到说可以报名的时候，其实这300个名额早就没有了。我们最近在订这个网络的疫苗，在预约，我们也发现哇，在这个网络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我不会网络，我不会上网，有好多我应有的权利，或者我应有的这个后康的米嘎，就因为我的上网速度比较慢，我就拿不到了。所以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经验，在现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，好像变得没有用。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哇，好多压迫，要学的东西好多，然后新的资讯一直进来，然后新闻一直报，然后这些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不一样的事情，不断的成为我们的压力，让现代社会普遍很疲惫的这个心情越来越重。所以我们看到第3个步骤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耶稣在这一段经文，他是怎么帮助门徒的？他帮助门徒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鱼？刚刚停在彼得收到耶稣的这个指令说：“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。”彼得正在挣扎说：“我是有经验的渔夫，而且我昨天已经努力了1个晚上，我抓不到。现在我难道要听一个木匠的儿子来做这件事情吗？”结果这一件事情，就在彼得的这个心情交织之下，他决定好，我来做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整夜疲劳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是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结果回到熟悉的场景，回到他熟悉的船，他再一次把这个他做过好几千次的网撒下去的时候，昨天晚上一无所获。这时候突然发现，哇，好多的鱼进来，甚至他需要呼叫他的伙伴来帮忙，把2艘渔船都装满了鱼。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心境的转变，当他发现这满满的2艘鱼，甚至差点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心里没有很高兴，他是戒慎恐惧的匍匐在耶稣面前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这个场景在他原本没有经验的地方，没有抓到鱼的过程中，他在这一件事情上经历得到耶稣是救主，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彼得他要回应的主的身份，他从此不再做一个渔夫，他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仆人。那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状况呢？当我们在经历很多不熟悉的场景的时候，我们遇到耶稣对我们发出邀请，常常发出这个邀请，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，要像这个渔船一样，本来已经准备休息了，但是你要愿意调整你的方向，从我们原本熟悉的环境里面，从我们原本熟悉的经验里面，你要跨出去，你要重新让上帝成为我们的领航员，让这一条船重新到一个水深之处，那我们就可以像彼得一样经历到主的带领。所以这一种读经的方式，就是利用4个步骤。过去经文里面，
的遇到的情况困境是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自己的困境是什么？那在经文中，这个福音这个亮光在哪里？那回到我们的生命现在的境况中，这个经文成为我们怎么样的帮助？所以我们用今天的以西结书来练习看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以西结书34章，我们来念第11节到第16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在各处，我要从那里救回他们，我要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聚集他们，引领他们回故土。我在以色列山上，在一切溪水边，在境内所有可居住的地，牧养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如果我们用刚刚的那个办法，我们来找找看里面的困境是什么。我用红色的字把它标起来。曾经这些羊四散了，他们被赶到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方去。还有这个羊，他们在密云黑暗的日子，在这种乌云笼罩，这些比喻都是比较负面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，给他们的亮光，给他们的福音是什么？这些羊必会被这个大牧者救回来，必会被他们引领出来，必会从各国重新被聚集起来，而且会把他们引领到溪水旁可居住的地方，而且这个大牧者会亲自的牧养他们。接着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我要在肥美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躺卧在佳美的圈内，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。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群羊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包扎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只是肥的壮的我要除灭，我必秉公牧养他们。所以在这第二段的这个经文，我们一样看到当时这个经文里面的处境有什么？有失丧的，有被逐的，有受伤的，有生病的。所以回到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一样有失丧的，我们一样有不受人欢迎、被驱逐的，我们一样有受伤的，不管是身体的受伤、心灵的受伤，我们有生病的。然后绿色的字告诉我们什么？肥美的草场上，我们的主要牧养我们，在那个佳美的圈里面，我们会得到他亲自的牧养，而且我们可以躺下来休息。我们失丧的，他会把我们找回来；被驱逐的，他会把我们领回来；受伤的，上主会亲自的包扎；生病的，他会亲自的医治。但是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最后一句话：只是肥的壮着，我要除灭。在经文里面并没有特别说为什么会有肥的壮的，这个留给我们自己在跟经文对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做反省。但是主耶和华说：我必秉公牧养他们。让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透过今天4页讲章这种当时的处境、当时的困境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困境，那经文中里面的福音，经文中里面的亮光，然后回推我们现在得到的亮光跟我们现在得到的福音，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一段祷词做这一段的结束。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
因为你在与百姓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，让百姓在旷野能够安然居住，在树林中也能躺卧。主使众人蒙福，让雨及时落下，赐福如甘霖而降。感谢赞美主，你亲自寻找看顾群羊，特别是那些被掳至异邦、分散各处的百姓。主上帝如大牧者，引导百姓归回故乡，并悉心照管。感谢赞美主，因你掌管一切，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主上帝的人得着益处，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我们不会失望，纵使局势混乱，我们坚定依靠主上帝的应许。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让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。赤礁的水，赤礁的主，海洋的主。赤礁的主，海洋的主，两世清死的主，阮着怎样来敬畏？阮着怎样来学咯？地堂的主，暴风的主，地本扫角的主，阮着怎样闪在咱？阮着怎样来呼求？彩虹的主是家的主，雨蒙变空的主，阮着怎样受恩典？阮着怎样来感谢？要我的主，必听的主，人民拢主的主，我着怎样求关顾？我着怎样治我命？厝边的主，对敌的主，用了受奖的主，我着怎样显仁爱？我着怎样求和平？万世的主，神秘的主，主比人民的主，我着怎样显喜乐？怎样是显的天国？阮伫天里的爸，阮知影你是创造万物宇宙的主，你是病毒的主，你嘛也是阮全人类的主。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感谢你，互阮甲你搁较亲近，搁较结连，互阮对遐会当领受搁较侪的稳定甲安慰。那即是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接着，我们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。现在由于双北市还没有同步的解封，所以宗教的集会还是有人数的限制，
所以我们在8月1号这个礼拜天，还有下个礼拜的主日，还是维持在家里可以线上礼拜。但是如果要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礼拜的，也请你务必遵守防疫的规定，并遵守招待人员的指引。那我们一起来为疫情的祷告哈，一样为今天仍然有确诊者还有死亡的家属来祷告，也为着医护、警消一线的防疫人员，他们现在还是依然的很辛苦的在守护大家的安全健康哦。也为了疫苗的施打有良好的果效来代祷，特别为了这礼拜到8月8号，我们的警戒要降到第2级，已经降了哈，能够落实这个防疫的指引，也为各行各业的解封，我们社会的秩序来代祷，为我们的人民有高的自制力，并且保持积极防疫的心来代祷，也继续为我们的执政团队有智慧、有高效的应变能力来代祷，让我们来为我们现在的疫情继续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现在有家人因为确诊甚至死亡的家庭来线上祷告，主你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同时加添力量给我们的医护、警消、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赐给他们平静安稳的心灵。特别我们现在疫苗的施打率来到2成多、3成，主求你继续为我们预备疫苗，继续为我们预备大家的意愿填写的过程，在这个施打疫苗的过程都有平安，能够让我们整体群体的防疫力渐渐的升高。主，我们也为了这一波疫情虽然稍微的降温，我们回到2级的警戒，但是求主让我们的心还是能够保持一颗积极的防疫心情，让我们有自己的约束力，有很高的遵循秩序的这个管理的能力，不要让这个疫情因为稍微的降级，我们就让这个疫情重新回温。也为各行各业，为我们的经济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主求你加添力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最近的解封依然能看到主你掌权。求你赐智慧给我们的执政团队，让他们能够继续引领台湾，让全世界的这个疫情在你的旨意之下，在你的引领之下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归到主你的旨意之下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着我们也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现在的主日礼拜、小组、团契聚会都改成线上，求主保守我们，依然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向主来仰望，来信靠他的带领，也特别赐福给5个牧区的长职，很辛苦的、很努力的在关心我们的会友。虽然在这个很艰困、零接触的时刻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经历天父零距离的连接我们那一颗渴慕他的心。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来祷告。
接着，我们也为了我们的信徒肢体，有很多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的需要，家人继续在操练这个在一起，彼此在一起吃饭、一起生活的功课。我们仍然在注射疫苗，这个过程都能够有主的平安与保守。特别我们有几位的兄姐，他们进到急诊室，进到病房，现在仍在等候这个PCR 的结果，采验的结果。主求你特别加添力量，平安与他们同在，还有这个陪伴的照护者，也都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。接着，让我们一起用这一段祷告词来做我们的结束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恳求医治全地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遭害。世人必听见你安慰的声音，鼓励的话语，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，勇敢面对挑战，靠主战胜艰困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因为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搁一摆用圣诗为着这块土地完成心祈祷。这是将时间交给柯牧师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今仔日5点的面前三甲献上咱的祈祷。伫2礼拜前，咱有开始准备一个功课，意思就是讲，当疫情对境界第3级、降了第2级，还是降第1级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准备家己，会当个透真实体来敬拜上帝。不过，这是属于咱讲后疫情时代的挑战。后疫情时代的挑战，后疫情时代的教会，意思就是讲，这段时间伊未恢复过去以前的情形，疫情会继续伫咱的四周围，敢若亲像专家甲咱讲的，叫做亲像流行性感冒共款。但是伊比流行性感冒较大的挑战，所以伫这款后疫情时代的教会实体甲线顶，伊会变做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咯。咱踮咧线顶，安尼踮咧手机，哇，逐个讲台岛的代志，一个学习，会递到咱想讲安尼真好，哪会当免遐麻烦哦，去甲教会哦，哇，安尼做礼拜，安尼关怀台岛实在真好。但是走出来另外一款。心内的空虚，迄伫这20年来都已经发现，20-30年来，咱讲迄个
个人主义，宅住宅的宅，宅在家里面。有当时感觉呢，感觉较轻松啊，什么代志拢唔免出去甲人应答对话，安尼是毋是较好？其实伊产生真大生命的缺陷、软弱。这个嘛是咱即摆咧讲的后疫情时代教会，咱一方面要安怎善用线顶关怀即款伊的工具，但另外一方面要安怎甲牧养、甲栽培、造就，伫线顶、伫实体，拢会当落实起来。要安怎无误解？尤其是伫咧疫情中间线顶的聚会，真侪兄弟姊妹误解耶稣迄句话：上帝是神，所以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真侪兄弟姊妹拄拄讲哇！虽然讲即摆会当去做礼拜啊，毋过你看这2-3个月心灵诚实敬拜嘛是真好啊，所以无一定爱去圣殿，无一定爱去耶路撒冷，无一定爱去礼拜堂。有一寡即伫咧欧美的教会，伫北美洲的教会，因去年一年无通做礼拜堂，开始会当恢复实体时，相当大比例的兄弟姊妹煞误解，甚至用耶稣即句话做一个讲踮咧厝，我线顶共阮继续礼拜，我奉献拢无减。我呢嘛是咧敬拜上帝。对咱台湾的教会，咱经过2个半月，咱拄则要面对这个挑战。兄弟姊妹，毋望你囥咧上帝面前祈祷。坦白讲，什么人袂感觉踮咧厝诶，坐咧碰椅参加聚会，安尼较轻松嘛，毋免换衫，毋免用时间，佫走到教会去。有当时佫会当顺续做一点其他诶代志。安尼聚会，安尼敬拜，安尼参加小组，逐款拢参加会着，安尼实在无较歹咧。拄开始袂习惯，经过2个月，形成另外一款疫情中间线顶聚会的模式出来咯。这是咱的挑战。所以倒转来这句话，毋通误解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所讲的话。敬拜是心灵甲诚实，但是当咱开始找理由来圆家己的心愿的时阵，安尼是上大的挑战。这叫做后疫情时代教会信徒的一个新的功课。袂阁倒转去去年的款式，2年前的款式，这个疫情起起落落，毋过实体甲线顶，咱要安怎甲整合起来？这嘛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要做阵学习的。感谢主，今仔日，互咱佫一摆知，伊袂互咱家己踮咧困境的中间，伫困境、伫挑战的中间，的确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要向咱显明。咱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咱嘛坚定信靠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因暗，互阮也会当学习，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，伫咧艰难、伫艰苦的中间，阮会当对上帝你话命的话，看到历代的圣徒、以色列的百姓，因怎样伫咧艰难的中间，领受主上帝你亲自的应允。今仔日阮犹原共款，阮面对这个世间，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有苦难，毋过主耶稣你所应允的平安、真实伫阮的中间。感谢你因暗的恩赐保守，也互阮会当继续伫你面前，阮厝内人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扶持、带导、坚定。做阵往前来跑走，愿你的主爱甲怜悯，
看过阮今仔日参加祈祷会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家庭，你一个一个来告诉阮，通互阮会当经历主上帝大牧者，日日引带保守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今仔日的祈祷会到这个所在，感谢天父上帝，所以咱来当踮咧咱厝的客厅，咱家己厝内人互相有一点仔分享，大道平安再会。